跟住落嚟咧，我哋會睇第二個層次。第二個層次咧就係睇下到底支鏈丸咧嗰個命名方法係點樣做嘅。咁支鏈咧其實個意思就係話喺一個碳鏈上邊伸出咗一個分支出嚟，嗰個分支咧通常係以呢4個形式存在嘅。咁呢個啦 CH3 啦，咁其實就係原本係 CH4 嚟嘅，其中一個氫咧就冇咗，用嚟黐落個主碳鏈度㗎。咁如果我哋咁樣嘅話咧，個名稱就將佢由甲烷改做甲基，去到表示佢係一個 CH3， 即係如果佢加多個氫咧就係甲烷嚟嘅，而家少咗個丙變成支鏈啦，佢就係甲基。如此類推，呢個2個碳嘅叫做乙基，然後3個碳嘅叫做丙基，4個碳咧就叫做丁基啦。一般嚟講咧，我哋要命名支鏈丸嘅話咧，嗰個系統名稱會分2部分嘅，一個就係詞頭啦，一個就係詞尾啦。咁我哋要分呢個系統名稱嘅時候咧，我建議大家係逐部分去做咯。咁喺詞頭入邊咧就表示個烷基，即係表示個支鏈；而詞尾嗰度咧就表示個主碳鏈。我哋以下咧會叫做母鏈。OK， 我哋命名嘅時候咧係基於一啲規則去到做嘅。咁而家規則1咧，首先我哋就要揾出個母鏈啦。所謂母鏈嘅意思咧，即係話最長而連續嘅碳鏈，先揾到佢先，跟住咧就先命名母鏈，然後咧再命名支鏈，喺詞首嗰度做。OK， 好啦，咁做個例子俾大家睇下。咁就呢一個碳化合物，咁首先我哋要揾出喺上面最長而連續嘅碳鏈。最長而連續嘅碳鏈咧，我呢度數到1、2、3係3個碳，於是就間住佢。我用藍筆去表示母鏈嘅位置，跟住用紅筆咧去框住支鏈嘅位置。先睇呢一個母鏈，我哋見到有3個碳嘅，根據上面嘅討論，我哋會叫呢個做丙烷。丙烷係個母鏈啦。OK， 先命名母鏈，然後命名支鏈。支鏈咧，呢個 CH3 上面有寫嘅，我哋係寫甲基。我用唔同嘅筆係表示詞首同埋詞尾啫。實際上呢個名咧係連同一個名嚟㗎。OK， 係連埋變成一個名嚟㗎。甲基丙烷中間應該係冇任何嘅空格嘅。OK， 成個名稱嚟㗎。好啦，跟住呢一條，我哋揾最長而連續嘅碳鏈啦。2、3、4，啱啦！呢個4個碳嘅就係最長嘅碳鏈啦，即係最長嘅碳鏈啦。跟住用紅筆框住個支鏈啦。咁然後咧呢一度4個碳喎，根據上面嘅討論，呢個叫做丁烷。支鏈咧都係 CH3，所以係甲基丁烷。好啦，睇落去好似好簡單，係咪？但係原來咧有啲例子咧，其實都幾陰濕嘅。咁因為我哋一路講緊嘅母鏈咧，其實係最長而連續嘅碳鏈。咁有好多同學睇嘅時候咧，佢就冇留意到呢樣嘢。譬如話咧，一路就以為個所謂嘅母鏈就一定係打橫嘅一條嘅。咁睇呢個咧就揦嘢啦。呢一度唔好以為個母鏈係打橫連住呢3個碳，因為個母鏈應該係最長而連續嘅碳鏈。我哋睇清楚啲，見到最長嗰條碳鏈應該係1、2、3、4呢4個碳連成嘅，於是呢個先至係母鏈。然後用紅筆框翻低個支鏈，母鏈數幾多個碳？1、2、3、4都係4個碳，所以母鏈都係叫做丁烷。然後框住嗰部分係叫做甲基，甲基丁烷。同隔離嗰個係一模一樣嘅，冇錯，係一模一樣嘅。咁其實個原因好簡單啫，因為呢啲咧叫做簡明結構式，或者你可以簡單叫佢做結構式都得。結構式咧，其實你嗰啲位置係可以胡亂倒轉都冇乜所謂㗎，係立體結構圖先至唔可以倒轉嘅啫。咁我呢度連咗上去咧，其實等同於打橫連嘅啫。咁無論我係放喺即係將個 CH2、CH3 放喺呢個碳上邊啦，還是係將 CH2、CH3 放喺呢個碳嘅右手邊啦，都係冇問題嘅。最後出到嚟都係同一個化合物，於是佢兩個就係完全相同嘅分子啦，甲基丁烷。
好啦，再睇埋呢個，數最長而連續嘅碳鏈，1、2、3、4都係4個，支鏈都係 CH3， 於是咧我哋就會叫佢做甲基丁烷啦。OK， 應該唔難嘅。咁你就發覺呢3個化合物咧，即係呢3個嘅碳化合物原來係一樣嘅。OK， 好啦，跟住睇規則2。規則2就話，如果一個系統名稱有2個或者以上嘅可能結構嘅話，咁咧我哋就應該用阿拉伯數目字表示支鏈嗰個烷基嘅位置。OK， 咁數阿拉伯數目字嘅時候咧，盡量要保持嗰個數字咧係要最細嘅數目啊。咁一般嚟講都係由個支鏈最近支鏈嗰邊開始數起嘅。咁當然啦，就咁聽規則都係比較抽象嘅。我哋睇個實例就清楚噶啦。睇呢2幅圖，呢2個結構啊。咁我哋2個結構咧，首先揾出佢哋嘅主鏈先。大家主鏈都係5個碳，即係大家嘅主鏈都係戊烷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咁揾到個主鏈，亦即係母鏈啦。其實揾到個母鏈咧，見到佢係戊烷咧 ，OK 啦。跟住寫埋個支鏈，應該大家都係甲基啊，係咪？好啦，表面上好似2個都係同一個結構，係咪？大家都係甲基戊烷，但係你睇真啲咧，你發覺佢哋連結嘅位置有少少唔同㗎。咁你見到咧呢個 CH3 咧係連結喺第2個碳上面㗎，呢個 CH3 係連結喺第3個碳上面㗎，見唔見到？咁原來呢2個化合物咧就係唔相同嘅化合物嚟嘅，同頭先嘅情況唔同㗎。頭先咧佢哋呢個 CH2、CH3 咧，我話可以調得位啊嘛，但係調位嘅時候咧都係黐住同一個碳嘅喎。不過呢度咧。呢個 CH3 係黐住第2個碳，呢個 CH3 黐住第3個碳，於是佢哋係唔同噶。有見及此咧，我哋需要用阿拉伯數目字表示嗰個支鏈個位置喺邊度。好啦，咁我哋當然啦喺個主鏈度開始數啦。咁數1、2、3、4、5，安排佢哋個位置啦。但係記住數嘅時候要確保個數值係最細嘅，亦即係一般嚟講係由最近支鏈嗰邊數起。呢個例子一定係由左數到右，唔係由右數到左。因為個支鏈喺左手邊，所以由呢度開始數1、2、3、4。呢個支鏈出現喺第2個碳上邊，於是佢就係用阿拉伯數目字寫2，然後 hyphen 2甲基戊烷。OK， 至於呢個咧，數翻俾佢啦，就係3甲基戊烷啦。OK， 跟住做埋隔離呢個。首先睇落去呢個係一個好長嘅鏈嚟嘅，唔使驚。總之你數齊最長而連續嘅碳鏈，嗰個就係母鏈啦。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咧就數到8個，應該係呢個。嗱，如果你就咁打橫數得7個啫喎，唔係最長嘅碳鏈嚟嘅。然後咧，拍住呢個支鏈。好，先命名個母鏈先啦，8個碳喎。根據上面嘅討論，呢個叫做辛烷。再命名支鏈啦，呢個咧係 CH2、CH3。根據上面嘅討論啦，呢個應該係乙基。乙基辛烷當然未夠啦，要表示埋個位置。咁嗱，成條鏈就喺度啦，成條母鏈就喺度啦。咁我哋要數嘅時候咧，由最近支鏈嗰邊數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呢個支鏈咧係喺第4個碳上面嘅，於是就係用阿拉伯數目字4 hyphen 4甲基辛烷，就係描述緊呢個化合物啦。好啦，然後咧睇睇規則3先。規則3咧就係講緊當一個化合物係擁有2個相同支鏈嘅時候，個命名方法。咁大家記住啦，如果有2個相同嘅支鏈嗰陣咧，我哋會用中國數目字，嗱唔係阿拉伯數目字嚟㗎，中國數目字嚟㗎，去到表示咧個支鏈入邊個烷基嘅數目嘅。咁咧一齊睇睇後邊呢啲例子。首先咧又係啦，揾翻嗰個母鏈先。母鏈係最長而連續嘅碳鏈，呢度總共有4個碳，先命名母鏈啦，佢係丁烷。
好啦，跟住咧就框低嗰啲支鏈嘅位置。嗱，你見到兩個都係夾機嚟嘅喎，係咪？咁再加上咧，我哋要數阿拉伯數目字，以表示呢啲夾機個位置喺邊啦。2、3、4。咁原則上嚟講咧，個數字就應該由最近支鏈嗰邊數起嘅。咁但係大家見到啦，呢度有兩個支鏈，其實由邊邊數起咧，個結果都一樣嘅。睇清楚啲就明㗎啦。所以咧呢度咧應該係寫2-3-2夾機。全名232夾機丁烷。嗱，點嚟嘅咧？呢個阿拉伯數目字2同3咧，就係代表嗰個夾機嘅位置啦，分別係2同埋3啦。跟住用呢個 hyphen 分隔中文字同埋數字同埋阿拉伯數目字。咁於是咧就用中國數目字咧去到表示夾機嘅數目。而家呢度有兩個，於是用中國數目字2去表示夾機。全名就係232夾機丁烷啦。OK， 再睇多個例子。呢一條又係首先揾咗個母鏈出嚟先啦，母鏈係最長而連續嘅碳鏈，有4個嘅應該。OK， 好啦，又係揾翻晒啲支鏈先，睇清楚啲支鏈係咩嚟嘅。好啦，跟住就數數字啦。嗱，數數字咧由最近支鏈嗰邊數起。而家咧呢一度好特別嘅，你見到有兩個支鏈咧喺呢個碳上面嘅，咁麻煩你咧由最近兩個支鏈嗰邊數起啦。點解呢？因為我哋嘅大原則要令到個數字係最細嘅。如果我哋咁樣數嘅話，呢3個夾機嘅位置咧會係2、2、3。如果倒翻轉頭數咧，就係2、3、3。我哋取其最細嘅數值，於是我哋就會用呢個命名方法啦。首先寫母鏈，母鏈不受影響啊，都係丁烷。好啦，跟住支鏈，支鏈咧係2、2、3 hyphen。有3個夾機，於是用中文數目字寫3夾機。2、2、3 3夾機丁烷。OK， 睇埋呢個。嗱，呢度咧我哋要揾最長而連續嘅碳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打橫睇有6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哦，原來最長而連續嘅碳鏈咧喺呢度。OK， 咁即係話支鏈咧。其實係呢個框框同埋呢個框框，原來係2個月機嚟嘅，又係啦，數數字啦。咁由最近支鏈嗰邊數起，1、2、3、4、6、7。咁所以咧呢個命名方法咧就係7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，呢個咧係庚烷。跟住咧計支鏈咯喎，我哋有2個月機，分別喺第3、第4個碳上面，所以係3-4，跟住2月機。特別留意個文法啦。總之係阿拉伯數目字同阿拉伯數目字就用逗號嚟相隔，中國數目字或者中文字同埋呢個阿拉伯數目字咧就用 hyphen 嚟相隔，大家要留意啦。好啦，如果同一個化合物有2個或者以上不同嘅支鏈嘅時候咧，又點算咧？咁我哋寫支鏈咧係有先後嘅次序嘅，咁我哋會順序咧逐一列出支鏈嘅名稱、支鏈嘅烷基名稱。咁我哋嘅順序就係跟甲、乙、丙、丁咁順落去嘅啫，即係先寫甲基，後寫乙基，跟住寫丙基，跟住寫丁基咁樣落去嘅啫。好啦，咁我哋睇睇呢個例子啦。呢個例子入邊先揾個母鏈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係啦，冇錯，呢個係最長嘅7個。跟住咧數數字啦，由最近支鏈嗰邊數起。4、5、6、7 OK， 然後框低嗰啲支鏈，一個係甲基，一個係丙基。好啦，先命名個母鏈啦，有7個碳，所以佢係庚烷啦。好啦，今次支鏈咧就有甲基有丙基咯喎，寫邊個先咧？跟隨呢個順序係先寫甲基，後寫丙基。咁啊，先寫甲基先，寫埋個數字，佢係3甲基。記住要加 hyphen 啊，數字同中文字之間啊，3甲基。跟住後邊嗰個丙基咧就喺第4個碳度嘅，又係中文字同數字間加 hyphen， 見唔見到？全名3甲基4丙基庚烷。好啦，睇呢個，又係數最長而連續嘅碳鏈啦。
呢8個碳就係最長而連續嘅碳鏈啦。列數字由最近支鏈嗰邊數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個碳。咁於是咧嗰個母鏈啊個命名方法咧就叫做新丸。跟住支鏈咯喎，喺第3個碳上邊有2個夾基，跟住咧有個乙基，咁又係啦，先寫夾基後寫乙基，跟順序㗎嚇。咁所以呢個咧係33-2夾基5乙基，33-2夾基-5乙基新丸。